我哋喺2年級嘅時候已經學過點樣用上午同埋下午嚟報時。呢種報時方式叫做12小時報時制。例如上午10時，我哋會咁樣寫，並以 AM 嚟表示上午。除咗12小時報時制之外，我哋喺日常生活中都會有另一種報時方式，稱為24小時報時制。等我哋睇下點樣用24小時報時制表示時間。24小時報時制嘅時間以4個數字嚟表示，前2個數字代表時，後2個數字代表分，唔使列出上午或者下午。例如上午10時，用24小時報時制表示，我哋會喺前2個數字寫上1、0，後2個數字寫上0、0，唔使列出 AM， 所以會咁樣表示。上午3時，用24小時報時制表示，由於3是一位數，我哋會喺呢個位置寫上3。留意需喺前面補0，後2個數字寫上0、0，唔使列出 AM， 所以會咁樣表示。下午4時，用24小時報時制表示，由於屬於下午時段，我哋可以睇下呢個表，對應下午4時，即係16時。又或者將4加上12，得出16。因此喺前2個數字寫上1、6，後2個數字寫上0、0，唔使列出 PM， 所以會用16點嚟到表示下午4時。下午11時又點寫呢？你試下諗下。